Hello，各位街坊大家好。鑑於咧，我有無數嘅客人出咗車之後，有咗車牌、有咗行車證，係唔知點樣去辦理 ETC 嘅。好啦，今條影片簡短為各位街坊介紹一個30秒就可以辦理國內 ETC 嘅教程，同埋呢款 ETC 咧係同微信官方合作嘅。喺國內已經使用人口有超1.2億人啦，相當之方便快捷。30秒，懇請將呢條片睇到最後，袋錢入各位街坊袋啦！每一次高速通行係可以打9.5折嘅，相當之方便。首先啦，第一步你要 mark 低自己嘅車牌號碼啦，跟住進入我微信搜尋功能，喺上面搜3個字 ETC 就會彈出一個叫 ETC 助手嘅小程式，係微信官方嘅。WeChat 咧亦都係可以同樣辦理。嗱，進入咗辦理 ETC， 響全國高速通行騰訊官方合作伙伴，跟住啦，我哋開始辦理。你會揀你自己中意嘅款式，有幾個款，有 AI 款，有普通款，亦都有屏顯語音款，有幾個款嘅，有平有貴啦。但係你行高速嘅費用都係一致嘅。跟住啦，剔入去，然之後輸車牌號碼，輸你屋苑嘅地址，即係收件地址，跟住撳申請。俾咗呢個 ETC 設備嘅費用，同埋好多街坊咧會去到 ETC 辦理中心啦，或者去到銀行啦，就相當之唔方便，要開銀行卡啦，要綁定內地任意一張銀行卡啦，或者要你綁定信用卡啦。呢個 ETC 助手好處就係佢永遠都係扣你微信銀包入邊嘅餘額，或者你微信銀包綁定各大銀行卡、信用卡，包括你個港卡都可以綁定你個微信銀包扣費使用嘅。相當之便利，跟住第2日你會收到呢個 ETC 設備同埋微信版嘅 ETC 助手。好處就係你唔需要貼玻璃，放喺架車任何一個位置，佢都可以感應得到。好啦，進行到激活狀態啦，成個 ETC 助手已經我哋收到咗貨，跟住啦實測俾各位街坊睇下，我哋係好唔好用啦。咁咧，我呢款咧就係已經激活咗個狀態噶啦，激活亦都係幾個步驟，超簡單，30秒內唔使貼玻璃嘅隱藏款。我而家將個 ETC 設備掉喺個櫃桶，進入高速演繹一下俾各位街坊睇睇，點樣可以做到毫米級開閘，搞掂，暢通無阻，全國範圍內都可以使用。話咁快又到高速出口啦！我哋全程隱藏款係冇貼過玻璃嘅，嗱，保持20米嘅時速，佢係毫秒級開閘嘅，嘟，搞掂，咁就扣咗我錢啦。我再睇翻我呢張賬單先，剔入去，咁咧佢係會有優惠嘅，原價咧就48個幾，跟住咧優惠完咗之後咧，就打咗個95折，每次通行都會有打95折，亦都可以領取優惠。所有個賬單全部都係你見到會有小數點喺後面嘅，因為咧佢係全部幫我優惠之後，相當之好用。好啦，今期我哋嘅懶人包教程就到此為止，勁多灣區用車嘅資訊、懶人包教程同埋各種新車速遞，我對車嘅見解一喺呢個頻道度呈現俾各位街坊。一定要 follow 我，多謝各位街坊，我黎明會分享勁多用車嘅生活喺內地嘅點點滴滴。